嘉义市天文协会为着要推广这天文教育，利用市内南潭国小的天文台设备，举办亲子天文教育。这课程唔但有手作课程，而且佫有带这大人囡仔用这千里镜来观察到天文，希望透过实际体验，加深囡仔学习的印象也佫兴趣。家长配合台顶老师的指示，教囡仔做伙手工来做千里镜，要透过手做的过程，互因知影千里镜的原理。这是嘉义市天文协会举办亲子天文的课程，要互家长甲囡仔做伙学习天文知识。咱透过这个课程的安排，互咱的囡仔甲家长了解到天文知识，以后因就会当产生一寡兴趣，所以也是咱协会来推广这个重要的这个目的，互更加多的人会当对天文有兴趣。除了动手做物件，协会佫带因来到楼尾顶，唔但使用观察天文的千里镜，佫去南潭国小的天文台用专业的设备观察天文。参加的家长就表示，这是一个真难得的学习机会。进前拢唔捌看过迄个望远镜啊，所以因会当透过这个活动，然后第一次就是接触这个望远镜的物件，会当互因感觉做很新鲜安尼。阮家己带囡仔出去吼，无遮个设备甲遮个知识，他教囡仔，然后学校会当办安尼活动，互阮有亲子互动的时间，啊，佫会使互囡仔学到很多天文的专业的知识。天文协会表示，自2020嘉义日宽释了后，真侪家庭甲囡仔产生对天文的兴趣。透过学校的设备甲市政府的支持，互嘉义市的天文教育会当伫专业的教育环境，提供上课的家庭有完整的学习体验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